大家好，歡迎返嚟父子講車。今集我哋快速回顧下9月嘅比賽，究竟意大利同埋巴庫站發生咗啲咩事呢？9月又有啲咩新聞呢？今次我哋仲請嚟咗我嘅同學啊。喺開始之前，先介紹下自己先。呢個係一個用廣東話講述賽車嘅 channel。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就快啲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我哋而家先講下新聞。咁我哋講下 Cadillac 啦。佢哋喺意大利站之前宣布，美國 IndyCar 車手 Colton Herta 成為車隊嘅後備車手，佢亦都轉戰 F2 預備升上 F1，並適應 Pirelli 嘅輪胎，因為 IndyCar 咧係用緊 Firestone 嘅胎嘅。喺10月1號 Cadillac 宣布 Pietro Fittipaldi 成為佢哋嘅發展車手，所以佢哋而家 Cadillac 嘅陣營咧就有車隊總監 Graham Loudon 同埋 CEO Dan Tyrrell， 工程師亦都有 Pat Simmons， 車手咧就有 Sergio Perez 啦，Valtteri Bottas 作為佢哋嘅正選車手，測試車手就有美國嘅 Colton Herta 同埋巴西嘅 Pietro Fittipaldi。喺月中 F1 亦都宣布2026年嘅比賽賽程，下年全新嘅 Madrid 街道賽將會喺9月中加入賽程，取代咗季初嘅 Imola。加拿大亦都同邁阿密排喺一齊，減少咗運輸嘅時間同埋費用。喺9月尾亦都有幾個重大嘅新聞，首先就係 Romain Grosjean 過身，佢相隔5年，自從佢喺2020年巴林站嘅嚴重意外之後，首次駕駛 F1 賽車，佢亦都終於有機會用原定當年阿布扎比站用佢仔女製作嘅頭盔。第二件新聞就係咸美頓嘅狗仔 Roscoe 喺9月29號不幸因病離世，實在係一件非常慘痛嘅事啊！最後我講下 Max 喺9月嘅 Nürburgring 之旅啦。佢今年先喺5月以 Franz Herrmann 假名秘密測試 Nürburgring， 使用法拉利296 GT3， 並全民刷新最快圈速。佢要進入 Nürburgring 嘅比賽呢，第一關佢需要考取 DMSB German Motorsport Federation 嘅牌，先至可以用 GT3 嘅車參賽。所以佢喺比賽之前要同考牌嘅老師去兜幾個圈先至考到噶。第二關就係佢要駕駛2架唔同嘅 GT3 完成比賽。咁佢咧就駕駛咗 GT4 Cayman 啦，但係因為韋斯達本嘅第二架車出現咗問題啊，令佢只能使用一架車參賽，但係 German Motorsport Federation 都係批出咗牌嘅，於是佢喺9月27號駕駛 ML3 Racing 嘅 Verstappen.com Racing 外表出戰 NLS 第9戰，佢排位排喺第3，起步就一嘢衝咗上去，最終 Max 同埋隊友 Chris Lulam 成功保住第1名衝線，贏得冠軍。但因為其他勁啲嘅車手都去咗鬥 WEC 嘅 Fuji 站或者24 Hours of Barcelona， 所以作為 F1 世界冠軍嘅 Max 應該可以輕鬆贏到嘅。跟住我哋回顧9月嘅比賽 Pedra 喺意大利站首次 Q1 出局，而角田自比利時站後首次進入 Q3， 韋斯達本呢就以每小時264公里打破咗 F1 史上平均速度最快嘅單圈紀錄。正賽仲未開始，侯金寶就遇上咗液壓問題，就受到車隊嘅指示入 pit 退賽，又係未開始就結束啊。Norris 一起步呢就向右去到最盡，鏟上咗草地，但係喺彎心之前呢已經同韋斯達本平排㗎啦，並且呢逼咗佢出去。好彩嘅就係 Norris 成功可以將架車保持喺 track limit 之內，成功攞到呢個彎嘅擁有權。對於呢啲判罰更加詳細嘅解釋，就可以去我哋上一條片睇睇。由於 Red Bull 知道 Norris 冇出界，所以就叫韋斯達本喺下一個圈讓翻個位俾佢。而韋斯達本呢亦都遵從指示，避免好似喺沙特站咁樣俾人罰。喺第4個圈，佢以 late break 成功搶回個位置，並且由頭帶到落尾。Leclerc 喺 T1 超越咗 Piastri， 但係喺第2個 chicane 出彎嘅時候呢，就受到 Norris 嘅阻礙，輸晒個 momentum， 最終喺 Les Mans 1被 Piastri 驚人嘅外線超越。經過一番嘅爭鬥，都係 Piastri 領先咗 Leclerc 完成咗個賽事。
而咸美頓呢，喺賽事嘅頭段成功升上第6位，但係之後一直都毫無進展。而艾朗素喺不幸咁樣呢，喺第25個圈嘅阿斯卡維出彎嘅時候搏得太盡，導致到避震斷裂，要入 pit 退賽。之後新斯就喺第4號彎呢就進攻啤文，嗰時呢佢直插撞牆，兩個都喺度 spin。Stewart 因為新斯喺彎心之前呢已經明顯領先咗啤文㗎啦，所以呢就判咗啤文10秒同埋2分罰分，令到佢成為場上最接近12分停賽嘅車手啊！去到第45個圈啦，麥拿倫雙車終於入 pit， 換咗用咗成40個圈嘅輪胎。一開始呢，麥拿倫呢就諗住叫阿 Lawes 入 pit 先嘅，但係 Lawes 就問阿車隊使唔使俾阿 Oscar pit 咗先啊？於是呢就調換咗個次序 ，Oscar 先 ，Lando 後。Oscar 就好好彩啦，攞到今季最快嘅 pit stop， 只係用咗1.91秒啫。Lawes 入 pit 之前呢，就問咗阿 Race Engineer 會唔會俾 Piastri undercut 嘅，而當時 Race Engineer 就答唔會，但係就好唔好彩啦。Lawes 入 pit 嘅時候呢，就拎咗個5.9秒嘅 pit stop， 最終喺出 pit 嘅時候呢，落後咗 Piastri 2秒啊。於是麥拿倫喺1個圈之後呢，就執行咗個 team order， 為咗遵守佢對 Lawes 嘅承諾啊，就叫阿 Piastri 讓翻個位俾佢。呢件事引起咗車迷嘅熱烈討論，有人就覺得麥拿倫呢就唔應該調位嘅，而我覺得佢哋咁樣做都 OK 啦，因為 Lawes 喺呢個 weekend 無論係 FP2V、Q1、Q3 都快過 Piastri 嘅。我就覺得唔應該因為一個車隊慢嘅 pit stop 呢，而令到阿 Lawes 喺 Piastri 之後嘅。咁大家覺得麥拿倫做得好唔好呢？歡迎喺我哋個留言嗰度討論。好啦，跟住講翻新斯啦，佢喺意大利站之後呢，成功推翻咗 FIA 嘅判罰，取消咗2分罰分。最後韋斯達本以1小時13分24.325秒完成咗個比賽，打破 F1 史上冇紅旗最短嘅賽事啊！喺9月嘅19號，我哋去到歐洲嘅巴庫，呢個賽道有幾個特點：一係8號彎只係7.6米闊嘅賽道；二係佢有一條2.2公里嘅超長大直路。雖然中間有2個彎，但係都係可以全油門通過嘅。到咗星期6嘅排位賽，創造出 F1 史上最多紅旗嘅排位賽，足足有6支紅旗。第一支係由 Albon 艾邦喺1號彎心擦牆，拐甩咗左頭胎，停喺 pit 嘅出口引發嘅。第二支紅旗係由 Hülkenberg 侯金寶喺 Turn 4直插撞牆，好彩都撞得 OK 啊，淨係撞爛咗個頭翼。可以自行翻返去回收站，但係頭翼卡喺前轆後面，好可能會損壞底盤。下一個意外都喺4號彎，今次係由 Gasly 加斯利引起。佢喺入彎嘅 lock up 衝入緩衝區，冇損壞架程，但係隊友 Colapinto 都受隊友嘅影響，同樣喺4號彎心 drift 咗，左輪胎撞牆，要退出排位賽。接住第4支紅旗由 Behrman 引起，佢喺2號彎嘅時候拐一拐尾，右尾嘅 suspension 爛咗，要退出排位賽。第5支紅旗喺 Turn 15引起，Leclerc入彎 lock up 撞咗埋牆，趕唔切進入 run-off area。因為巴庫曾經排過4年頭位嘅 Ferrari 車手，就咁樣結束咗排位賽。最後一支紅旗由 Piastri 喺 Turn 3引起，呢位表現穩定嘅車手，依然同 Loris 羅里斯一樣，喺 Q3 嘅關鍵時刻犯下錯誤。佢喺 T3 lock up 直撞埋牆。Norris 今站一如既往喺 Q3 嘅關鍵時刻犯錯，佢喺 T15 出彎擦牆，令單圈完全失去競爭力。睇翻 Norris 嘅 onboard， 佢喺3號至12號彎嘅舊城區嘅慢速彎，本來應該係麥拿倫嘅天堂。但係 Norris 喺呢度表現得好差，麥拿倫喺呢一戰封王，只需要比 Ferrari 多攞9分，應該好容易。但係星期日佢係麥拿倫今季最差嘅正賽。本來以為麥拿倫係最受 FIA 縮緊尾翼限制嘅車隊，
係諗唔到，因此第一個被罰嘅車手係奧江，要喺隊尾起步。Piastri 喺正賽都壓力爆煲啊！佢先喺起步偷步，進入 anti-stop， 完全冇晒嗰啲 ref 轉數，起步跌到隊尾，心急如焚嘅佢嘗試喺 T6 外線進攻，但係可惜佢走得太出啊，好多樹葉沙石塵，完全冇 grip， 就係咁樣撞咗埋牆。而家 Piastri 同埋 Norris 都喺壓力底下爆煲，嗰啲麥拿倫係咪應該幫助佢哋減低車手嘅壓力呢？ Piastri 後邊嘅艾朗素亦都受到佢影響，偷步啊，俾人罰5秒。咁呢，我哋再進一步睇下之後發生嘅事啦。艾邦喺 T5 勾到 Colapinto 嘅左後轆，被罰10秒。咁咧，我哋之後就睇下究竟羅素係點樣由第5名起步追到上頒獎台嘅第3位啦。其實喺第21圈啊，羅素同羅神已經拉開咗一個入 pit 嘅距離，有21.386秒，所以呢，羅素理應係可以升上第3嘅。新斯呢就喺28圈入 pit，希望可以防守到 Russell 保住第2。佢喺 pit 裏面嘅時間係20.508秒，出 pit 之後同羅素大約係18秒，入 pit 損失時間係19.5秒。羅素出 pit 呢係應該喺新斯嘅身後嘅。羅素喺第39圈入 pit，希望出 pit 之後呢可以喺新斯前面，當時嘅差距係19.586秒，同入 pit 損失嘅時間一樣，但因為新胎呢係要時間 warm up 嘅。所以呢，平治都預計佢將會喺新斯身後，結果羅素竟然出 pit 之後領先新斯大約2秒啊！呢個真係要撐下羅素，佢 pit entry 超遲剎車進入維修區，就係呢個速度令佢出 pit 之後喺新斯前面。相比新斯嘅保守入 pit，羅素呢真係 push 到盡啊！配合平治車隊嘅正常 pit stop， 佢可以 overcut。遲入 pit 領先新斯。咁我哋講下羅利斯啦，佢喺第38圈入 pit，希望 undercut 到角田，但係麥拿倫 pit crew 今站再一次出事啊！今次輪到右頭，羅利斯喺入 pit 之前同第7名嘅羅神相差18秒，一個正常2秒嘅 pit stop 嚟講呢，應該會緊跟住綠卡來，但係如前面所講，麥拿倫又製作咗一個慢嘅 pit stop 俾羅利斯啦。今次4.1秒出 pit 後呢，喺洛卡萊身後1.3秒㗎。角田繼而喺1圈之後入站 ，Red Bull 嘅 pit crew 呢，俾咗佢一個2.2秒嘅 pit stop， 令佢出 pit 之後可以呢再喺 Lawson 前面。但因為佢嘅硬胎仲未 warm up，所以喺 T3 至 T4 嘅 DRS 區域呢，就被 Lawson 超越啦，但係仍然成功 overcut 到羅利斯。最終韋斯達本以10秒贏得今季第4場比賽，羅素同埋新斯相差20秒登上頒獎台。冇諗過新斯竟然可以快過咸美頓喺新車隊獲得第一個頒獎台，羅神獲得佢生涯最佳成績第5名，角田喺佢後邊。又嚟睇下積分榜啦，韋斯達本喺9月呢全勝啊，已經追到同 Piastri 相差69分啦。雖然仲有機會係贏得世界冠軍，但係仲係好微啊。新斯因為上咗頒獎台呢，所以上升5位到第12名。今集嘅回顧就嚟到呢一度，你哋認為 Max Verstappen 可唔可以衛冕到世界冠軍呢？以後仲有冇機會打破6支紅旗呢個紀錄呢？歡迎留言討論。最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